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继续收看那个福起来的好好运动。我还呢带大家来共下练习枪支太极拳。咱今比讲到第三式的哈，咱讲了第三式按照南将妹右旁，南将妹右旁，哈。恐快咱呢，还呢听上一式的动作练落来，哈，咱还呢听头做到上一式的南将妹左旁，咱将过来继续来介绍右旁，哈，你听先生恐下来做下。repeat 式，一，身体变到正边，二，左脚打开，肩头，胯肚，脚趾向前，三，慢慢踩到左脚变好，正脚变轻松，脚趾转到正前方，你係四，五，身体慢慢踩到動下變好。注意了手下，略略收起來，手心略略向下，手指呢略略向頭前，身體變輕鬆擺正，刷落個起勢哈，一，停水刀鋪起來到肩頭，手指頭吹落去哦，二。手指慢慢鬆開來，平，是唔得超過啊。三，你兩個手掌潛落去，手腕同手指慢慢收到肩頭，將接起來胸寬。四，吹落去咯，手腕潛落去，手指鋪起來，向上擺，慢慢潛落去。哦，到人哋repeat式嘅位哈。擺hết，刷落來是按照南將妹左旁，一，胸寬，身體要曬了，曬到左邊變好，了了坐hết，你咧正腳變輕鬆，用腰轉90度，兩隻手向下帶起來，像籃球一樣，按正腳腳趾嘛收起來，停喺轉。三，慢慢變到正腳，了了坐落來啊，坐落來時啊，你左腳嘅腳踭收起來，安尼左腳唔係用力嘅哈。四，左腳向前一步，身體冇停痛，腳踭先凸起。五，身體慢慢鬆到左腳去，左手向下鬆出來，像籃球一樣。正手變落來，同太極比旋行。請妹我記得啦，我哋身體飛到正前變好，然後南將妹左旁，所以停了我哋繼續下刷落來介紹南將妹右旁啊，右旁我哋胸寬分到5部分來練習下。一，就開始要曬我哋身體哦。一，身體慢慢。曬到左腳變好，我注意你兩隻手哈，向下呢翻下，翻到左手邊，攬一粒球，正腳呢腳踭啊收起來咧哈，二嘅時啊，你就要慢慢略略小口轉下，差唔多轉到45度，擺hết。三，彎正腳上一步，上到正前方。腳踭先落去，慢慢身體曬上去嘅時，正手停身體向下出嚟，左手嘛停正手向下出嚟，慢慢向下出來，到正腳變好。姊妹嘅時，你只要慢慢轉過來，姊妹你轉你腳肚嘅時啊，我注意下你後背你左腳嘅腳趾，停身體向下轉咯，差唔多。轉45度就係得咧，唔是得轉過頭啊，兩個擋痕嚇擋痕，唔係是唔得冇轉咯，冇轉嘅時嚇，你兩啊會本佢塌hết，天痛唔得咯，所以你兩啊變輕鬆，兩將轉得慢慢同佢帶過來，做到兩安尼是按咯，南將妹右旁嚇，好，安尼你來繼續嚇。
填了上一排嘅男将妹做旁，过来较详细条讲了男将妹右旁，先同了男将妹做旁做出来。好，你切30，安尼就讲过哈，前脚7分实，後腳3分虛，所以佢有實同虛。安尼天通嘅時候，親足係虛實分清。安尼你要同正腳，所以按正腳變虛哦。你想變呢？曬到左腳來，其實變虛咧。兩隻手，翻下，攬住隻球，你正腳變虛咧，是在天通。填正片上一鋪。你咧上嘅是就是一點哈，你咧腳踭並頭腳趾頭嘅位數凸起，刷落來腳趾慢慢變落來，變嘅時候正前方，順便嚟觸拍啊，好過來曬上去咯，曬上去嘅時咧手同身體向下曬上去，曬到正片，好，前面按搖呢帶45度過來。你45度轉嘅時，你嘅腳趾向下轉，身體同腳趾向下轉。你同右旁嘅差別下頭量，安尼咧同左旁嘅差別頭量下，安尼右旁嘅時啊，你左手啊冇變頭順行，佢係停正手向下過來，按關正手向寬，頭安尼前面將攬一粒球嘅腰。所以你左手停起過來，停起過來嘛唔咩啊，隨便擺哈，叫做手心哈對起，略略呢徛切，乜安尼徛彎彎，叫做徛切安尼，安尼左旁呢，叫做手係變乜鬼嘅，安尼掠過來，左旁右旁來分別一下哈，像安尼嘅左旁哈。你看正手落來，左手頭了，頭前攬住粒球，你係左旁，然後你左腳7分，較長，所以左旁左腳親像較長。按那曬到正旁，右旁嘅是正腳是較長。1、2。好，曬上去咯。你看正腳慢慢越來越長咯。到了差唔多7分咧，所以停咧。過來，腰轉過來，曬過來。向寬啊！你看我腳趾頭，是唔得按呢哦，是唔得超過你腳趾哦。曬到你腳趾頭，同腳趾嘅相擺是停起嚟。聽我就同大家講過哈，安尼左旁嘅時，身體要降；安尼右旁嘅時向寬啊，身體嘛要降。所以你個腳蹼同身體嘅感覺，總下係向寬啊。主要講佢聽左手哈，變到正手過來咧哈。好，咱過來做一道哈，聽左旁到正旁，男將妹。左旁，刷落來，男將妹正旁，1轉下，2上正腳，3曬上去，正手捧出來，4轉過去咯，對好。身體擺正，頭腦了了等等，佮注意一點哈，安尼你後腳啊，左腳虛嘅哈，其實唔得安尼，規個撐切，安尼規個力頭動態，然後啲變撇咯，變了了彎彎安尼，佢像到3分嘅力咯，3分力是唔得安尼哈，堵喺裡哈，安尼身體將會變沉落來哈。好，安尼了對正前面哈，來
二撇式做到右旁来试看了哈。好，二撇式。起势，攬將妹做旁，攬將妹右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轉過來，咁快呢做一個手嘅動作啊，手慢慢向下擺變落來，身體曬到正腳來，左腳變你變拍，輕輕拿起來，變到你正腳嘅順向向寬，肩頭闊凸，好，過來。先曬到左邊，正腳打開腳趾，將個曬到正邊，左腳收到轉來。好，安尼安喏收息啊，收息。好，安尼倆哈，聽倆攬將妹左旁到正旁，個加到練習嘅時間啊，聽倆同學啊。學生向下來做下，好，安尼來聽，攬將妹左旁，好，攬將妹正旁，一，曬到左腳，兩隻手相合，二，了了轉下身體，三，正腳踏出來，四，送到前腳去，又轉過去，身體起降。好，收息，聽前面收到轉去，收腳，好，將個變過來，腳趾打開，將個變過來，正片收左腳轉來，身體變輕鬆，收到轉來，好，過來，兩個同學喺埋個做一道哈，攬將妹左旁，過來，攬將妹右旁一，好，呢個是要注意哦。你兩隻手啊，把你合到來哈。二，先到啦轉下。三，腳向一鋪。四，送到前面來。轉將，身體擺將。好，過來休息哈。一，先向左正腳變好。二，左腳慢慢變上來。三，變到東岸。四。錯到轉來左腳，正腳打開，六，錯到轉來正腳，七，左腳收到轉來，八，收，好，所以你安尼休息啦，你安尼，你國土嘅問題哈，你不同你休息哈，你個國土來同大家講下清楚啲，安尼你休息一般哈，我先到了，啊。然後二撇式嘛哈，休息的時啊，可能是先變到轉來左邊，一啊，正腳練慢變強咧，將來轉了轉開，差唔多15度就拉嚟啦哈。轉好了後呢，同身體慢慢將個曬到轉來，正腳變好，啊，看身體變好，咁樣嚟出哈，變出歪歪哈，好。三四嘅時候，你左腳變輕鬆，慢慢收到轉來。將骨到轉來東岸，嚇恢復安尼呢一般嘅起降嘅位數。安尼過來做呢個二撇式休息嘅練習。一、
2、3、4、5。好，好，休息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嘟嘟好，多进来哈。好，落来大家收看金币的太极拳，好好来运动，是田大家介绍度量，落来大家。